因为一个人要活得更健康，要活得更长，没有人照顾你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我们文生老师呢带来呢现在呢最夯的这个红藜麦，我们要用红藜麦呢来做浓汤，做一个山药浓汤。好，来我们准备一锅水哈，准备一锅水。等水滚以后呢，我们就把红藜麦放进去。我觉得它是天然的明太子，它吃起来有啵啵啵的感觉。另外呢，我们要来煮我们的山药吗？啊，对，那山药呢，我们把它切成小块，一样准备一锅水。那我们这个是分开煮的。我们把刚刚的食材呢，西芹、白萝卜、洋葱都可以先丢下去。老师，你刚刚那一锅里面，我觉得又不是清澈的水，你是用了什么去熬汤的？我的秘密怎么又让你发现？对啊，这个观众朋友一看也知道，那怎么可能是清水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昨天也去逛市场的时候，那逛市场的时候看到一堆鸡爪熬起来，它会怎么样？有胶质。对，孩子都喜欢吃。对，所以今天要特别来上您的节目呢，哎呀，我就特别弄了这一锅。知道厨娘特别需要胶原蛋白啊，孝敬您的，孝敬我老人家了哈。来洋葱哈，洋葱，我们的这个山药呢，就把它切小丁就好了。所以那里面应该不是只有鸡爪而已吧？就鸡爪、红萝卜、洋葱、西芹。真的只有这些吗？香菇。你看都没有问，他都不是老实招来哦。是，没有啦。其实文生他很可爱啊，他不会看播啦，他都很喜欢分享。那有时候呢，上节目会比较紧张一点，就会忘了这个，忘了那一个啦。所以厨娘呢就会跟个妈妈一样，在旁边一直念他。我发现文生你很喜欢用山药来做料理耶。是的。是因为你的学生都是贵妇，是大家都很需要这个天然的荷尔蒙嘛？我本身也喜欢吃啦，也差不多需要了，对不对？是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在教课的时候，他们的诉求就是营养要健康啊，对。然后就是你用的食材都是要天然的。好，把它切丁。好，山药呢，在处理的时候呢，再跟观众朋友再分享一下啊，我们在削这个山药皮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戴个手套，好，那不然的话，你的皮肤会很容易痒哦。那切完之后呢，最好泡在水里面，水里面可以加一些醋，或者是柠檬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切好了，把它放在锅子里面。很多人就不懂得藜麦到底要怎么来煮。那我今天教各位一个方式哈，大家在家里煮的时候也可以哈。我们用水煮，水煮20分钟，怎么看它手？它会像发芽一样，旁边会发芽，会爆开嘛？对，这样就是好。然后你跟饭拌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而不是跟饭一起放在电锅里面煮，这样不好吃，口感不对。然后浓汤要起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鲜奶油，好，加我们的鲜奶油，直接加进去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。好，没有调味，所以里面没有味道。哦，对，所以说这个调味啊，像盐巴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料理的真正的灵魂啊。对，好，来，再做的再怎么好吃，你没有盐巴，什么都不好吃。这样够吗？哦，伊那也焖瓜哈。我给你扣起来，考你一下。好，来摆点盐巴，摆点糖哈。因为老师每一家的盐都不一样啦，在这边讲到这个哦，就是要跟朋友分享啊，学料理的时候呢，很注重说，哎呦几分之几汤匙啦，什么1/2小匙啦，或者几克啦，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参考值。我们准备一个果汁机，然后把我们刚刚浓汤这些的材料，统统放进果汁机里面去。在家里做的时候，尽量呢等它放凉了以后，我们再放进果汁机里面打。那今天老师是由于时间上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热热的放进去打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热气的时候，很容易爆冲，对，所以要稍微凉一点。所以我等一下打的时候呢，厨娘要赶快往旁边跑。不用等一下，我现在就闪了。好，不用怕哈。
好的，那我们果汁机呢？用果汁机把它打好以后，它就是一个浓汤，天然的浓汤。所以要吃多少打多少哈，也比较不会坏掉，对不对？对。像很多人习惯就说，哎，浓汤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煮浓汤不外乎像玉米啦、这种马铃薯啦、山药都是淀粉类，很容易就腐坏掉哦。所以说，基本上来讲，我都会建议大家，如果煮了一锅浓汤呢，想要打成浓汤的时候呢，如果没吃那么多，不要全部打成浓汤。还有个诀窍。好，还有什么诀窍？那个奶类的东西尽量不要提早放进去。哦，对，也很容易哈，增加它腐坏的这个时间速度。好，我们刚煮好的红藜麦，那我们就看自己喜欢吃多少，我们就把它摆上去。有2个红藜。哇，好养生哦。对，这一道菜真的是养生。那我今天呢准备了奢华的金箔，迄我唔免啦。哎呀，来上你的节目一定来哈，上你的节目一定要哈，还要摆个金箔上去哈。哇，这碗浓汤本来卖台币60块，现在因为还这么大片的金箔，这个金箔可是真的金箔来，可是也可以吃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对，所以这一碗呢，红藜的这个浓汤呢，就要卖600块。我们前面再加2个字，金箔红藜麦浓汤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这家餐厅厨娘餐厅推出的呢是金箔红藜麦，山药浓汤，好长。